歌神张学友的《学友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》29日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最终场，结束这长达2年3个月又8天，总数233场的演唱会。期间他巡演了97个城市。张学友这次的巡回演唱会刷新了世界纪录，包括开最多场次巡回演唱会的华人歌手，以及华人歌手中巡回演唱会的最多场数纪录。最终场的演出，张学友依旧卖力演唱数10首经典歌曲。他在台上分享表示，今天是整个演唱会的最后一场，已经是本人的记录，希望下次有机会再破。好多人说过想看尾场，因为会 encore 14，但是其实233场都是同一个舞台，时间非常固定，每场完结误差不会超过5分钟。不过大家可以放心，今晚都会唱到尽。而据网上资料统计，我已经开超过800场演唱会，发觉不少人是第一次看我的演唱会。我感到很惊讶，同时都很开心，希望比第一次来看我的朋友能看到张学友35年来的音乐历程。张学友的演唱会从2016年10月21日在北京起跑，29日的最终场仍是以一袭帅气的金色西装亮相，他的夫人罗美薇和大女儿也现身演唱会，用行动力挺老公和父亲。张学友感谢公司好好帮他照顾家庭，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完成这233场演唱会。最后张学友笑称，巡回演唱会结束了，突然有种失业的感觉。先前他也呼吁大家把演唱会的花篮变善款，加上他自己也捐赠门票慈善义卖，一共获得110万港币，将会捐给慈善机构。